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鐘錶超市 Andy 嘅頻道。如果中意呢個頻道咧，可以訂閱、留言、俾個 like 啊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有17隻嘅手錶，同埋一款鑽石嘅首飾。希望大家中意。而家首先循例俾啲網友睇睇先，睇有啲咩睇啱嘅，咁可以 WhatsApp 我啊。咁所有售出嘅手錶咧，都有3個月嘅保用嘅，大家放心。如果勞力士嗰啲咧，通常我哋都會開咗個錶玉啊，寫埋個錶玉 number 啊俾佢嘅，以示均真，大家都今日首先介紹鑽石先啦，呢粒鑽石就係1K07，H 色。有 IGI 證書，18K 金嘅托，淨係個托都2000蚊噶啦，成隻戒指都係16800，非常之抵。以前呢啲都26000-27000噶啦，最少都，而家真係抵買嘅時間，益街坊有少少。再嚟就介紹隻全新錶啦，就 Fan Mula。呢啲97000蚊到啦，公價。而家差唔多2折零嘅啫，28000蚊，全新有盒有指。呢隻就 V45，就膠帶膠身，成隻 RM 咁噶啦。呢啲都抵玩㗎，20000零蚊，新錶話晒都。介紹啲勞力士先啦。今日18038後加鑽石。18K 金殼都靚仔嘅，成隻都係59800。呢隻有半年保用啦，如果有啲咩就通常呢啲都好少機會壞嘅。再嚟就切利尼啦，3806底子都未甩，呢隻就18K 金帶。18K 金頭，條帶就係應該後加噶啦，稱金都有37800噶啦，呢啲都，成隻都係42800，超級靚仔啊！呢隻都，再嚟介紹16233原裝鑽石面，帶都夠長嘅，自動3135機器。39500，睇下邊啲啱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我。再嚟嘅16013自動，話有底子啊，底子都未甩啦。呢啲買個錶玉3035嘅錶玉都要17000蚊噶啦，成隻都23800。都係抵玩嘅，有金圈皮帶靚仔。再嚟介紹嘅帝陀啦，呢個帝陀稱金價錢嘅啫，呢啲224機器，成隻33mm，6800蚊。而家呢啲當女裝 boy size 又得，兩樣都得噶啦。再介紹隻雕陀，啲雕陀仔啊，呢啲真係膠面。自動勞力士的勞力士底，有啲古董味嘅呢啲，2800蚊，帶都夠長嘅呢隻都，再嚟一隻卡地亞啦，18K 金美國坦克 American 10，又係底子都未甩啦，原裝18K 金扣，石英。24500，再嚟一隻銀殼包金卡地亞，呢啲以前都好興嘅，有個原裝金扣，都係包金扣嚟嘅啫，石英4000-6000蚊，呢啲都靚仔嘅呢啲。再嚟一隻後加鑽石。大廳嗰隻
銀殼加石，條帶唔係原裝嘅條帶，但係靚嘅鱷魚皮帶咯。咁啊石英錶抵玩，男女都戴㗎呢啲。咁啊，再嚟一隻伯爵18K 金33mm，男女都戴得。18K 金扣18800。咁啊，之前咧有個網友問咧呢隻咩名牌喎？而家我話俾佢聽咧，呢隻名牌咧就係叫做 Jim Marshall。咁啊，自動224G，買機你千零蚊啦，呢啲所以都抵玩嘅，2300蚊，成隻都係。咁啊，再嚟一隻稱金嘅登喜路，稱金都稱翻3000幾蚊㗎啦，呢啲金格帶、金圈，咁啊，成隻首飾錶抵玩啦，呢啲3800蚊。啲網友如果啱嘅就要睇睇啦。咁啊，仲有隻 Tiffany。上次有個網友咧一攞出嚟，佢話：哇，好靚喎！呢啲又抵玩。咁啊，呢隻都抵玩嘅，石英33mm，咁啊2300蚊。咁啊，呢啲都係抵玩嘅。仲有呢隻 Rolex 發特牌7750G，咁啊行得好準嘅隻錶。咁啊，有啲防水嘅功能嘅，成隻都係2500蚊咋。計時錶，自動日曆星期 ，Rolex 錶，靚仔。咁咧暫定今次咧啲錶咧都仲有一隻女裝嘅亞米加，呢啲 Defy 型，唔係 Defy 呢隻星座女裝貝殼面，見金嗰啲係金嚟㗎啦。咁啊25mm 女裝石英5600蚊。咁啊，今日都所有嘅錶都展示完啦。如果有啲咩需要嘅 WhatsApp 我本人啦。咁啊94817071 Andy，多謝晒。